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5月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3篇，以西结书20章39节到44节，启示录第6章第1节到第7章的第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得救的人。上主日在土库教会分享三峡教会建堂意象，恰巧遇到彰化白沙屯的进香团。报道有人说30万人，有人说50万人，也有说70万人的。那我们也知道，像这一类的群众运动的人数估算是随便人公布的啦，没有一个精确的估算法。无论是人数是多少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都是抱着一辈子来体验一次。有些人是跟着家人，跟着朋友。那因为土库教会的位置呢，正是在那个土库妈祖庙同一条路上面，所以就有许多的香客都进到教会来休息。那院子休息也有进到教会借厕所的。这当中有些人很有礼貌，那有些人就表现得一副理所当然的。这当中有机会听到他们的对话。有人呢看到三峡教会建堂义卖的摊位，就说：我的好朋友曾经邀请我到教会好几次我去的时候，教会的人都很和蔼呀，很热情，对我非常的好。但是呢，还是要来跟着妈祖绕境一辈子一定要来一次，这样可以得到福气也有人看到我们的摊位，知道我们为了建堂筹措这个建堂的经费，就向我们采购了一些物品。也有人干脆就拿着现金投进了我们的奉献箱。路上我们也看到许多人预备自己的货车呢、车子呢，然后就载了一些的饮料、食物，提供徒步的香客。但也看到一些报道，不少人是随意乱取甚至把商家的帐篷当成行善单位的帐篷，把商家预备所有的东西都收刮一空。这不禁让我们开始要反省思考的，这些香客跟着绕境，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那些提供食品饮料的人，他们想要得到什么？功德吗？祝福吗？还是救恩？有人曾经跟着朋友到过教会几次，却又跟着绕境，他们想要的是什么？以前在鹿港教会牧会的期间，有机会跟鹿港妈祖庙的主委同在鹿港健康营造中心一同服侍。牧师曾经挑战那一位黄主委说，如果香客到鹿港，可以不吐这个槟榔汁，不丢烟蒂，也不乱丢垃圾，在一路上我就同意你的说法，宗教就是叫人行善。后来这一位黄主委就告诉我，真的很难像牧师所说的，信仰是追求生命的改变的。拜偶像就能蒙福，就能得救吗？以西结书20章39节到44节，先知这样说道：至高的上帝这样说，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你们自己做主吧，继续拜你们的偶像吧。但是我警告你们，此后你们必须服从我，不再献祭给偶像来侮辱我的圣名。你们所有以色列人将要在那块土地，在我的圣山上，
就是以色列的高山，敬拜我，我会喜欢你们。但这你们带公物最好的祭品和神圣的礼物来献给我。我要把你们集合起来，领你们离开流亡的地方后，我要接受你们的馨香生祭。列国也会知道我是神圣的。我领你们回到以色列，到我应许给你们祖先的土地后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。那时你们会想起以往所做的一切可耻的事，发现你们怎样玷污了自己。你们要因自己所做的邪恶的事厌恶自己。当我以行动来维护自己荣誉的时候，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就知道我是上主。因为我不按着你们邪恶和败坏的行为所应得的来惩罚你们。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就像先知所提到的，因为偶像其实也没有能力做什么，而追求敬拜偶像的人很多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。圣经非常多次的提醒我们，救恩只有一个，没有赐下别的救恩。昨天我们在经文分享里面也谈到了，只有那流羔羊血的耶稣基督因着自己的牺牲赐下的救恩。今天的经文启示录第6章第1节到第7章第4节的经文也提到，因为经文比较长，请大家自己来研读。这第7章特别讲到了得救的人数，有人说救恩是赐给那144000人的，那其他的人呢？我们也知道启示录的预言不是在讲真实的数字的这个数字而已，事实上所代表的是全以色列人，也代表的全人类。只要愿意接受并且全心全意的敬拜上帝的人，就必要成为得救的人。诗篇23篇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一无缺乏。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安静的溪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他照的应许导我走任路，纵使走过阴森山谷，我也不怕灾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用杖领我，用棍护我。在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。你待我如上宾，斟满我的杯。你的恩惠慈爱终身不离我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宇中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，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赐下救恩，使我们因为愿意相信，愿意承认主耶稣基督而成为得救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